다들은 못해네. 딱 가장 그 최 마음 못해는 쉬어도 그래. 那我们继续上一 다들아 堂课 양기 讲到的内容。라마단 법연기 신이 一般来 디다 说，나 关于上师或者 마기 轨范师 디와이 的 손데 여기 这 상하가 个特 나로야. 质，或 나가나 者说性相特 송이 质，디시 차리 요래. 디 在不 상하 同称 진행이 法中 나로야. 有不同的 디시 描 차리요 述， 말해. 所以它不只 대한변에 是 미래 在 소로야 密 차차네. 乘当中有谈到 디와이 而已。 개배 나로래야. 譬如说，在律典 수련 的 대신 뒤에 叫 청하지 300律典 대바티 中， 인세 就有 콜레 提到 나로 持戒清 대바티 净、인세 通晓 펠로와 律仪、慈爱病 주식도 患、대단하마 眷属清净、 가시네 精勤弘法、必 다 应施与资具、事实教 남의 导， 칭이 此等呢 소샤오지 堪称为师。다 디버 신비기 所以 디버 这里就 신비기 谈到了 신비네 这个 미개 나로래야 呃 신년투어 上 시와이 师的特 시와 质。而在大乘典 유년하우스 籍 저들의 像《庄 주어 严经论》也 디니 提到 러버터 마케 调净除、德 제 增、병에 有勇、방에 阿含父、소샤바 觉真、善说 대로다 法、 여비 深悲、离退减。 되네 다 상하게 라면 칭이디 에 那么，关 지리마가 于在密 나로래야 乘里面 제 谈 투브루도 到 다 的上师 소샤바 的特质， 망보시에 그래 虽然是在各种序 디나야다 典中是零散的 디루지 有所这 둠뷰 个描 수제 述， 예배지 규디소스스 나로베 카토르지 예배 인디비사네 디기디 된다 닝부 도도르 세나세네 대샤바데 所以 라몽업주베 将这所有的精髓浓缩而说明阐明的，就是这一部《世事法五十颂》。也因此，这部论著在印度、在藏地两地呢，都利益了无量的众生。那么在密乘当中呢，上师他的梵文是 guru， 那藏文是 lama。那这个上师他原本梵文的 guru， 它的意思有很多的。那其中呢，最主要有一个意思就是重大，或者说深重的意思。这表示什么呢？也就是说，guru， 也就是上师或者拉玛，它具有深重的恩德，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常会说，这个人他恩德深重，会说深重。所以在这里是说，上师他具备了深重的恩德、功德，对不起，是功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다 되네. 땅 아주 캔 거야. 개심부시 가려 그랬었는데 상하 나로래야. 那么我们首先 달람이 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대나요. 대야. 也就是在密教当中，上师可以进一步分为几种类别。比如说，有一位那波巴大师他撰写的《黑嫡序》，也就是《研摩嫡序》书中，他就有提到诵读施正法、讲说施口诀、灌顶、谈结魔、轨范师有六。所以这是说明在密乘当中认为有六种上师、六种轨范师这样的分类。同样，还有在释师法五十颂的释南或者说是释师释南当中呢，这是一部印度的这个关于释师法五十颂的一个解释。这里面也有类似的、相似的一个说明。那只知道这部释南的这个意思是许努巴，那也有可能撰写的人就是那波巴，但这还不是很清楚。总之，在这一部我们经常引用的这个释南当中呢，有提到所谓轨范师呢是什么。那这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还会再讲到的。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印度的释南当中就是解释本当中是有提到轨范师的。虽然说在藏文的释师法五十颂主颂当中并没有这个提到轨范师三个字，但无论如何，这里提到说所谓轨范师呢，是指从事灌顶等等这些结魔的人。아니 가래 탐제로든 진바당사 지게 디 찌드마 롱타나샤 드레이 뉴스안에
다다 라방업주비 간제가 나로라야 나보베기 자나가 제바데다 지중접지 용대도所以另外一处经文也 그래기 提到， 개방 诵读佛 방법이나 经典、讲说诗 뒤제 口诀、 상하세네 灌顶行解末，即称鬼犯师哦。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释难当中的内容和南波巴所说的是相同的。那么接着，藏传佛教的大师们也就遵循了这样的传统哦，将金刚鬼犯师或者密乘所说的上师分为6种类别。那么在这个噶玛车乘哦这部著作当中有提到6种上师。第一个叫做诵法鬼诵法的鬼犯师，或者说诵法的阿舍离，它是指教授密乘学处的这样的导师。第二个呢是布施鬼犯师，他虽然呢没有授予灌顶，但是就像四部序中所说的，他给予这个传授修诵的仪轨的口传这样的导师。再来第三个是讲授鬼犯师，他是教授续典的导师。第四个是口诀教授的鬼犯师，他教导升起次第，还有像圆满次第等等修持法门的这样的导师。第五个就是灌顶鬼犯师，那这是我们平常比较知道，所以上师哦，这是灌顶的，给予灌顶的就叫做上师。那这指的就是依照以像是坛城为前行的灌顶仪轨哦，授予这个灌顶的导师。接着第6个是坛城结魔鬼犯师，它是进行像开光的加持啊，还有火供等等仪式的这些导师。所以就是说，在密乘哦，如果说将上师分类的话，可以有6种的，所以不仅仅是给予灌顶的才称为上师。虽然这也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哦，这个给予灌顶的称为上师或者称为鬼犯师，但其实你会看到，不只是给予灌顶的，有很多的诵法的、布施的、讲授的等等哦。所以同样像这里面就提到，像教授我们续典的老师，他也是上师。还有或者给予我们这些仪轨的口传的这个上师，他也可以称为这个上师的。所以就不只是给予灌顶的才是上师。所以不然我们都会以为只有给予灌顶的，我们才称他为上师。那给予口传的呀，或者说给予教授的，那么续典教授的、仪轨教授的，我们会说这还不是上师，并不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6种类别里面的，都可以称为叫这个密乘的上师。那么除了这6种分类外那么还可以分为这是藏传佛教当中呢，特别会说的就是有上师跟根本上师这样2种分类。我们会说根本上师甚至比上师还更加的重要。因此，那什么叫做根本上师呢？那么在噶举派的传统当中那主要依据的是雪奴巴他所撰写的青史里面就有记载一段文字，他说文明的这个知名的吉祥达波噶举，它不是语言文字的传承，而是实意的传承。那更确切的说，是证悟大手印无染智慧的一个传承。那么接着提到，从某位上师处获得大手印的证悟，那位上师就被称为根本上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奴巴，他就有提到。那么第8世法王噶玛巴米支多杰也对他的这段说法也是这个称赞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从任何一位上师处，某位上师处，如果得到了大手印的证物的话，那位上师我们会最珍惜他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么在第80法米支多杰的这个百段教言当中呢，也有一段解释什么叫做根本上师的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这是一段蛮重要的叙述。我想我就不照着文字念哦。它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他这就提到什么叫做根本上师的这个根本哦是什么意思？这个根本，这两个字是很有味道的，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在大乘佛法中呢，这个根本它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说透过这位上师，在自己的心绪中呢，升起了这个菩提心，无论是升起了愿菩提心还是行菩提心。所以从大乘佛法角度来说，这位上师他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从密乘的角度来说，他指的是依靠这位上师，在自己的心中升起了乐空不二的证悟的话，那这位上师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总的来说呢，如果一位上师他能够在你的心绪中首次或者根本的培养出这样的功德，比如说刚刚谈到的升起了菩提心也好，或者说密乘来讲升起了乐空不二的证悟，所以让你的心绪中首次或根本的升起了这样的功德的这位上师，他就是根本上师。那接着米居多杰提到，那么即使有千佛出世试图改变你的想法，跟你说你不要去想他的功德，不要去想他的恩德的话，也无法夺走你对于这位上师功德的信心，还有这种热忱。换句话说，就是你对于这位根本上师的恩德还有你对于他功德的信心，还有这个热忱是极大的、极为强烈的。所以，就算是千佛出世试图改变你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动摇你。那当然，上述谈到的，这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以指这位上师让自己升起了菩提心，或者说让自己心中升起了乐空不二的证悟，这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情况。或者说，至少，如果说这位上师他使你升起对于无常死亡的这种迫切的感觉，那这样的上师也称得上是根本上师。也就是只要某位上师他帮助你真的一心想要修行佛法，那这样的上师就可以称得上是根本上师。所以简单来说，如果因为这位上师的影响，让你认识到说，好，我今生一切世俗的行为都像是被仇敌欺骗一般，因此呢，你不得不致力于来世的这种修行准备。
那这样的一位上师哦，他可以说就是你的根本上师。就算你只从他那里听到过一句佛法，那他也是你的根本上师。啊，却嘛都没特别呢，只要那么想着的，却嘛特别呢啊，写通啊怎么是吧？就算啊，却你没有跟随他听闻到一句佛写法，通啊怎么哦，他点这个起了么着不仅仅是见到了他的面，点这个什么药全部那么上了，啊，而那点啊只帮助你要那么想着，真正却一心就嘛特别，想说好，我要为来世嘛特别，做准备，好好点着修行。怎么点这个他，所以，就什么算药全部他一句佛法都没有对你说，这个。你仅仅是看到了他的样子，那他呀，但是也是那么可根本能讲上师。也没用是吧？或者说好了，大家呢就你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这位上师，那么的过萨达人不记得也吧？呀，那么的把公布做差儿可能是差了，他住在很远的地方，那么或者的甚至他已偏差了怎经么的？我那圆寂了，点这个但你仅仅是听闻到他的是名号，体育的呀，你更多全部都是这个当，是就经典的呀，帮助你的内心那有所转华夏变，全部去下都不成为一笔呢？让你有这样很深在那么的想要想的这个，修行的这种心升起的话，那他也可以说就是那你的根本点这个上师。什么呀？运动给嘛对不起，什么呀？华夏全部都去小叫么对不起。那么伊呢，相反的来那么说哦，就跟如果你那么没有这样叫子的么特别呢？俺那么体悟，文的那边却不也就是确实嘛不让你点上这个师没有对于啊，你有这样的恩伢那德，问题当然不那么不不即使你也把这个从他那里学了上万次的佛啊，法，或者这个说前边呢，他听闻了是是数十什么了呀？万次的那么灌顶觉得也不和一定的，教授，啊，其实那你上心中也认为这个说啊，这个也上得到了，师很有学问，马直接也到这个清净，那么他品德也高那点尚，呢，说是给什么了呀？这但是呃。你没有啊，透过这位上天经师地义的不，帮助你升起龙美一点点，军这样比如说出离呀，心，那就或者说来军这类呀，眼些这样的不，对于这个听这个的，就不因果的缺少什么业力的啊的，这种听这个重的，视的心等等。云多这不总是就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真的帮助你就不一呢，转变你的心念，那的那么的，转向于正那法，咋个那么的呀，就突然干了好不来是，那他也很难成为你的根本上师。啊，大多数人不所以这就是第八世法王米对，学多杰大这了呀，说的一段话。规矩全部是多上的，那我觉得个当这一段话啊，就咋就是个那么啥的，他大意义是很多数的深的，这个说含义法。是很深刻的。大家想不来啊，卡上学不能行，那么我们这好，接边下来呢，就那了像上一堂课讲这当中有个提老来那么到过，人过给那讲的世师法无师颂的万能性给印度自己长不注释本，见这样的，他这叫个都世师讲的嘛，释难，中国以及至尊扎巴坚赞、公主人不切他，擦前咱们洛斯全部都说的嘉措、公布到将贡罗卓太现在，耶，还这个呢，有噶玛俺这堪布尔经验了等呀，等这些就我们大师的开不了个看法，经验是要那么钱的，都将上师的这个特质特征分为共同的跟当然了呀。殊胜的这两部这分。当给他的公司学别给这那么我就讲这呢，这就是差不多现在了，说不可能说给那么，这个虽然中国的就像刚刚提到，开不了的，无论是在要实施的艺术上的《世难》这给嘛的部著作，或这个的者很多大师们看法，要习着恰当的要都是不行，将上师的特征分为共咱们同跟特才才呢，殊两种，基准差不但是多现细节上在给是有一些差异的。送达前边呢，典型例推如像至了一尊下给扎巴江野层马前呢，就认为说，有有共同的给的特征有他给，6个，那经是验指说多给，那监天文经牢、验的是。调伏、具足会、巨人正直、无产取，这是共同的特征。那之后的9项呢，是特殊的特征。嗯，但要话的肯定写过的，是那推蒙啥的，那总之，我觉得这里那么了呀，所谓的上面共同当指的然推蒙的是什么呢？经验的不记，是指说这位上司他必须要具备显开发密都的啥的，共同上下提到推蒙的的这些特质这特征。上下个那么了那呀，特殊的上下是指说，推蒙的特别在密乘当中哎，那是不是？单独提到的这因为那别种特质。人的了呀，开发那个经验写的总少，之呢，他上推今天我们蒙的经要讲解的验写的是就是上师的经验的呀，特殊的开发那特征。个经验上一写的堂课我们谈说的少的是一点。共同的一些特征。但开发个经验点别个兄弟的都是不得。那这就是这样颂文。个等于学不能行，就是差不多现在的社会呢，你开不了经你才个要嘛，大看他卡上学啊给，那推蒙个经验卡上学嘛，第那样卡些就嘛开发经验嘛照顾要的，等于学不能行，典型推了啥的呢，嘛钱呢，那
这是这里的只是颂文啊。毕竟小了识真性，善巧会造中伟业，了知宣说周家行，其心专一更调伏。 아당아주 땡교 나로래야 긴고를 저어서들라 아운다르든 자군지 용되도 대답하지 긴고를 저어 아운바라든 자군지 다라인 那 있었다 这里是在藏文里面有一 어느 些 다는 신기 文字写 럽도 法不同， 시신사스 但总之呢， 용되도 되냐 다텔야양 슝망변나 럽도 당화사지 용되도 就是藏文有一些用词上有一些不同了，这里解释一下。다텔야양 음 다른 예샤르 예샤르 소문다 벼네 那这个表格呢，主要就是近代这藏地的一些学者做的一些研究比对。那就像去年课程中我有提到，我拿到了2部印度的注释，古代的对于释法五十颂的注释，但是都不完整。但最近呢，拿到另外一部，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这个表格里面的一些用词就是由忍谦桑波这位译师所翻译的藏文，然后也用的是宋朝的中文的话是宋朝的，这个叫日称译师哦，他所翻译的内容。这个表格方面就先不细说。那么同样在释师释难中提到，为了进一步说明规范师的特殊品质特质，因此呢开始了实真性等等。那么这里说到实是指最广为人知的数字，用于计数。那真性呢是指不颠倒的自信。由于它又是真性，又是10个哦，所以就称为实真性。所以呢，释法五十颂里面也提到说，如果通晓这10种真性啊，就是密乘上师特殊的一个特质。所以这里我主要也依据的就是这个印度的注释本《释师释难》中的内容。好，那这里就有提到实真性，它指的是哪10个呢？叫做坛城、三摩地、手印、真言、舞姿、坐姿、持诵、火供、供养，还有收摄，有这样子的10个部分。那么在密续典籍当中哦，关于实真性的这个列举方式哦，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概5、6种吧。比如说有仪轨的实真性、秘密的实真性，总之实真性就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如果要全部解释哦，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再来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仔细的讲。所以这次今天我主要讲的是2套依据不同层次密序所阐述的这个实真性。首先，一个是出自无上瑜伽序，就是《金刚经要庄严》的一个说法。再来，第2个是瑜伽序真实集会当中提到的实真性。那么无上瑜伽序这部序典，它最后一章所说，
实真性就有分为内实真性跟外实真性。所以这里面谈到的外实真性哦，就是跟我们《释迦牟尼五十颂》这里面，就是印度注释本里面所谈到的实真性是一样的。同样呢，《瑜伽序》当中真实集会这部序典中也提到，要成为阿舍离，就是规范师，必须具足10种真性。那指的呢，也是这组这个实真性。所以呢，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实真性哦，可以说主要就是依据的跟这个无上瑜伽序还有瑜伽序哦，这其中所谈到的10种真性啊是一样的。那么其中第一个是坛城。我觉得这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精通仪轨还有灌顶的基础哦，就是整个坛城的这个理论体系。那么事实难事当中哦，事实释难当中就提到哦，坛城分为3种：深坛城、语坛城跟意坛城。但是因为下文当中也有提到一个叫善巧会造中为业哦，就是中为就是指坛城，就善巧会造这个坛城。所以在这里实真性谈到的坛城真性啊，它主要指的是啊精通坛城的理论体系。那么后面的善巧会造中为业呢，它指的是精通像绘制、沙坛城啊，还有布坛城的实际操作。所以前面这里指的比较是理论体系，后面指的是实际的绘制的部分。再来第二个是等持或三摩地，同样在世师释难中谈到说，三摩地具有3种相。初为家行，次者为圣坛城王，三者为圣事业王相。此3者呢，依据的是体性、圆满受用、化身、视现3身差别而安立哦。那这3种三摩地很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实修次第的一个重要的纲要。所以不仅是在瑜伽序，还有大瑜伽序这2部密序有提到，而且呢，也贯通于这个大瑜伽序的父序、母序的体系当中，都有提到这3种三摩地。那么首先就这3种嘛，一个叫加行相的三摩地，它主要侧重的是行者自利的一个修持。那后面2个就是圣坛城王相三摩地跟圣事业王相三摩地，主要是以利他事业为核心。那这3种阶次哦，或者说这3种这个次第禅定，在上下各部序典当中基本是一致的，一样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上呢，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譬如说，像在瑜伽序的体系当中，所谓的加行到三摩地，它指的是依据积资进账后，然后逐渐的修正之道，然后观修自身本尊，还有现证次第相应等等，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坛城圣王三摩地，它指的是化现眷属诸尊的坛城，就比如说从心中观想变现出眷属诸尊的坛城，这是我们也叫三昧耶尊哦，观想出来，然后接着再引请这个智慧尊入住。那么事业圣王，它是指灌顶、供养、赞颂等等。然后像是修持呢，
及习增怀诸哦等等这些事业的三摩地。总之呢，这一段是在说金刚阿舍离。那金刚轨范师哦，他必须要精通这个本尊瑜伽，或者说本尊的身体次第，他必须要非常的精通。所以等持哦，这第二个真性等持指的就是这一个。第三个是手印，或者也有翻叫气印。那么在世师难事中，世难中提到，气印分为两种，手部的气印跟意识的身印。我们会看到很多序典当中都有谈到手印，比如说文书跟本序，这些是事部序典，还有大日经是刑部序典，还有像刚刚谈到真实集会、一切片知这些瑜伽部的密室呢，都有记载各种无数的这种手部的气印，就是这种手印，手部方面的手印、结手印这个部分。那么一般说，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结这各个本尊的身语意事业这4种印哦，来加持我们的频繁的身语意三门，还有各种的活动。那为什么要结这些手印呢？就像是最胜序当中提到，没有心事的身体，就像一个墙壁物质是一样的。没有身体的心事呢，又如同虚空般，无法完成任何事情，无法有任何的行动。所以唯有身跟心这两者结合，才具有承办事业的这种力量。当然，虽然说内在的气印就是心事上的这个气印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外在我们会结，真正手有一些动作，结这个手印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会说，这里提到说，当内在的心意上的气印，还有手部的结的气印手印结合，同时也能够意念本尊的时候，就更能有效的达到修行的修持的这个目标，它的利益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下部序典事部、行部、瑜伽部。同样，无上瑜伽部当中也谈到各种的气印、手印，像是金刚四座序等等经典中、序典中都有谈到各种的手印。再来第4个是真言的真性，也就是任何本尊，还有这个结摩吉等等，都有各自的一个咒语。也分为根本咒、心咒、静心咒等等各种咒语。所以这一段主要是说，金刚阿舍离、金刚轨范师，他必须要精通这些咒语的含义，还有这个应用。再来第5个是身体的姿势，或者说跳舞的舞姿。那么在世难中就提到说，身姿种类众多，如蜜蜂之网。那这是其中一个身体的姿势，如蜜蜂之网。所以这包括了什么呢？总之这里有，比如说右展，有右脚伸展，或者说左脚伸展，或者说平衡的一个姿势，或者金刚姿势，蜜蜂网的这种姿势等等。还有在瑜伽序当中会提到一种叫瑜伽舞，还有像十轮、洗金刚空行海，还有这个洗金刚序叫金刚杖、密集金刚序、金刚慢等等经典当中都有提到各式各样的这种舞姿。还有比如说在做这种这个加持大地的仪轨，或者说这些仪轨时的
舞姿、各种的姿势等等，还有各种供养的舞蹈的这种姿势。那么这就像大家会知道，在西藏就流传了是指叫金刚舞，也叫做呛，它也就属于这一部分，叫做舞姿的部分。那传统上呢，会说以手势为主的称为舞，以脚步为主的呢称为叫呛。所以这是，譬如说，我看到很多人在，比如说不丹人的他们的歌曲在演唱的时候，对不起，不是不丹，那个像拉达克哦，像拉达克的他们很多舞蹈或者歌唱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很多的手的动作。但康区的舞蹈的话，因为它总是会有一个长的袖子嘛，所以其实看不到太多手的姿势，最主要是脚步为主的，这称为叫做呛。所以总之呢，因为藏文的发音一个叫卡尔，一个叫呛。卡尔的话呢是以手的姿势为主的叫卡尔，那么以脚步为主的这个叫做呛。那总而言之，这里在说就是说这个所谓金刚上师或者金刚轨范师、金刚阿舍利欧，他就必须要精通各种这些舞姿。那么在接下来呢是坐姿，那么也是世师释南当中哦，也就是释法50颂的这个印度注解提到说，坐姿简要来说有4种：莲花坐姿、金刚坐姿、菩萨坐姿跟愤怒坐姿。那这里主要就是我们平常都会说的，就是说这个菩萨他的坐姿是什么，本尊的这个坐姿是什么样子。但在印度注释当中主要提到4种，但除了这4种坐姿之外，还有像叫善妙坐姿、蹲踞的坐姿、游戏坐姿等等，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所以金刚阿舍离欧都必须要精通。本来我想解释一下这里的金刚坐姿啊、莲花坐姿，但我想这就不细讲了。再来第7个是持诵。那么依据这个印度的注释本啊，释诗释难中提到，持诵有4种：愤怒持诵、金刚持诵、欢喜持诵跟止息持诵，也就是我们一般说念诵、持诵咒语。那与此相关的还要了解什么呢？还要上师还要精通持诵的念珠，要用什么样的念珠，还有持诵时的观想，还有所持的这个咒语，还有持诵的这个数量的规定等等。所以这些都是跟持诵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金刚阿舍利他都必须要知道。再来第8个就是火供，也叫护摩。那么世事难事中，世难中提到说习、增、怀珠或者叫习灾、增益、敬爱跟降伏这4种誓言，那这是比较容易理解。再来第9个是叫做供养。那么同样在世事释难中提到，从事供养是精勤于外内密3种供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在无上续部当中，那么就提到外供养是色身香味等等这些妙欲的供养，内供养是无热无甘露的供养，密供养是无二大乐的供养等等。
那么关于这里，因为提到说叫从事供养，它有一个从事，要去执行这个供养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位叫单吉轨范师哦，在他的《幻化网序》的这个注解当中就提到，这指的是说要懂得如何护持跟迎请等等这些修法都要懂。还有萨迦的公冈宁波则解释说，从事要懂得从事习增怀诛各种的事业法门。那么第10个真性哦，就是收摄，或者说就是指我们在修持一个仪轨最后的这个结行哦，也就是金刚阿舍里也要很懂得这个结行收摄的部分。所以世难中就提到说，收摄有2种啊，一个是迎请智慧尊对不起，是请智慧坛城离去，智慧尊离去。还有第2个是收摄誓言坛城，或者说收摄誓言尊这2种。那这主要是依据这个瑜伽序而这么说的，因为像是在无上序当中呢，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请智慧尊离去的。那总之呢，这里讲到说要坛城收摄哦，从观赏的角度来说，它包括收摄自身，还有对面的坛城。那从仪轨的角度来说的收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沙坛城的送礼哦，等等这些仪式，这些都包含在收摄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么宗喀巴大师哦，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是下部密续的金刚语节金刚轨范师，他需要具备的是外在的实真性。如果是无上续部的这个金刚轨范师呢，就需要具备秘密的实真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下部密续的金刚轨范师，他要具备的一些特质哦，比如跟这个无上续部的有一点不同。那以上呢是讲解了这个实真性。是提到善巧会造中为业。那么根据也是世难中提到说，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关于坛城的这个作业工作，包括像净化内外大地摄持大地，对魔障钉这个金刚阙，还有四方结界、四余结界、本尊加行预备法，还有像绘制坛城的底线还有敷设这个坛城的坛城纱，还有安置和加持宝瓶、成就坛城等等。所以前面10种真性里面谈到的那个坛城，它指的是说，主要是理论上，但这里善巧会造中为业，中为就坛城，它就是指真正实际的操作。那么，所以在建立坛城的时候，比如说，首先会有各种地基的仪式，那一般就包括5个部分，比如说第一个是检查，再来第2个是摄持，再来净化，再来持守，再来守护、加持地基。那么然后呢，是进入到预备阶段，就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加行4个预备加行，大地加行、本尊加行、宝瓶加行，还有弟子加行这4个仪式，这些都是这个金刚阿舍离需要知道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上师他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灌顶。那虽然之前谈到说上师分为6种，其中一个就是职责就是给予灌顶。
那么，当要给予灌顶，它就有前行、正行跟结行的仪式，所以这些内容都是这个金刚阿舍里他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他从这个比如说加持大地仪式开始，这所有的仪式都必须由这位上师亲自主持。虽然说有的时候在这些仪式法会的过程中，会安排这个助手。这样这种个不清别给我的不清别拿落了呀。所以虽然有的时候会安排像香灯师哦，这叫称为结魔金刚这样的助手协助这些上师完成这些仪式哦，但主要的内容仍然是需要上师他亲自完成的。同样，像宗喀巴大师在他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也有关于这个绘制仪轨相关的内容哦。他就提到说，关于这个绘制这个坛城线，像依据龙树菩萨，还有叫兰嘎迦赞，还有这个扎亚山那等等，有一些大师都认为，上师跟这个修法的助手两者都需要画这个坛城线的。同时呢，里面提到，根据序典跟坛城仪轨哦，如果上师他无法独自完成这个制作沙坛城这个工作的话，那么就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等等等等，比如说关于这个绘制坛城线的时候，如果弟子在的话，那么师徒两人就可以一起进行；如果没有弟子在的话，那么上师就可以将这个绳索系在这个金刚杵或这个叫雀上来画线。那总之哦，这些和这个所有这些修法仪轨相关的，呃，这些其他人他可以缺席，比如说助手不在没有关系，但是金刚轨范师他是绝对不能够缺席的，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知道整个仪轨从头到尾的这些内容的。再来是了知宣说咒加行。那么这一句呢，藏文有不同的翻译哦，但总之，我们看到至尊扎布冈曾他在《世事法五十颂》的注解当中哦，是说，他指的是说了知宣说咒加行哦，是指说什么呢？对上中下三种根器的弟子，然后都能够以相应的方式为他宣说咒语。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密教的上师，这位金刚阿舍利，他必须要通晓弟子他的心性的程度，然后为他讲说这个符合他心性程度的这个内容跟密法。但针对这一句话哦，宗喀巴大师说“了知宣说咒加行”这一句哦，在另外一个译本，就是恰译师的这个译本当中，他有特别提到宣说咒语善巧的阿舍利。但是现在这一部译本是不是还找得到？是不清楚的。那我也试着去寻找这个由恰译师所翻译的《施施法五十颂》的颂文的，还没有找到。所以呢，宗喀巴大师就提到说，在恰译师的译本当中，他是有提到说宣说咒语善巧的阿舍离。他说这样的翻译比较恰当，所以意思是说，这位阿舍离他精通向他人解说密咒之道，他是这个意思。所以的确，就像宗喀巴大师看到的恰译师的这个
译本中所谈到的内容的翻译，这的确跟很多梵文原文或者说很多印度文当中的四十法五十颂的解释是一样的，因为都有提到阿舍离这个词。但是在现在普遍使用的释法五十颂藏文本在这一句里面，它并没有这个提到阿舍离这三个字，就是并没有提到规范是阿舍离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一句了知宣说咒加行，就是至尊查布讲尊他的注解当中提到的，就是意思是说，这位上师要清楚这个弟子他的根器是什么，是上中下哪一种根器，然后能够以相应的方式为他宣说密咒。也就是说，他必须知道弟子的心性程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不知道这个弟子心性程度的情况之下，而宣说密法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叫马占汝扎的这种魔会出现。同样的，第七世大宝房却扎嘉措也解释这一句说，就是说他必须知道这个弟子他是不是具有这个文法的契机，还有他以这种叫六边四理的方法引导弟子这个趋入这个密法。再一句，再一个另外一解释里面一句就提到了叫其心专一，这是中文的翻译，但其实藏文里面它只是其心清净它是有这个意思的，并没有专一这个词，而是清净这样的用词。那这个宋朝日称一时的翻译是这样投影出来，叫朱根熙清净它是翻清净，日称的翻译是对的，是清净。但是在一个比较近代的翻译，是翻译成专一但总之这里清净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世师释难中提到，所谓的清净是指远离吝啬，能够由衷感到欢喜。那在很多藏族的译本当中就有提到说，譬如说冈波巴大师在他的一个著作当中就解释到说，对不起，像宗喀巴大师就有提到说，常乐大乘法，就是说对大乘法门，特别是对密乘的法门，具有坚固的这种清净的恭敬心。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金刚阿舍里它是常乐大乘法的，所以它不仅是对大乘法，特别是对密乘的法，具有坚固的清净的恭敬心。同样呢，我第七世的法王却扎嘉措也说，恭敬金刚乘，还有波罗蜜多乘各种乘法的次第。擦肩啰嗦交错也对于这一句说所谓的解释到说，所谓清净是指对大乘法门，特别是对金刚乘具有专一恭敬的坚固信心。那么一般我们谈到这个信心，我们会说有三种信心：喜悦的信心、相信的信心跟意乐的信心。
所以，首先第一个喜悦的信心，我想就是这里所谈到的这种亲近喜悦的意思。比如说光波巴大师哦，他在一个大技法中，他就有谈到，首先呢，喜悦的信心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譬如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见到一位这是具德的真正的上师善知识的时候，比如说看到他的容颜容貌，或者听闻到他的课程教言，很自然的，就有的人就热泪盈眶的，或者说很自然这就会，这个身心非常的愉悦，非常的欢喜哦，然后升起这种强烈的信心，那就是所谓的喜悦的信心，或者也有翻译叫欢喜的这种信心。所以如果配合这里所讲的话，就比如说一听到密乘法，可能就特别的欢喜，或者说见到了某位密乘的上师的时候，很自然就升起这种特别的喜悦，甚至感动到热泪盈眶啊等等。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喜悦的信心。所以总之呢，这里讲到的是金刚阿舍里要具有的这种特质哦，就是他要是具备喜悦这种亲近欢喜这样的意思。再一个呢，叫做调伏诸根，或者叫根调伏，也就是那中文的话，这个日称的翻译就只有“诸根”这两个字哦。那么在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根条幅”。那么在印度的注释本《世事释难》中解释到说，什么叫做根条幅呢？它是指说你能够掌控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等这个诸根，而且予以调伏的人。举例来说，啊对，也就是说，这位上师他要对于自己的感官根识能够具有完全的一种掌控的。比如说，他的眼根，眼睛不会随着贪欲的劲而转，也就是说，他不会看到一个好看东西就眼睛呢飘来飘去，不会。还有耳根不随愤怒的境界而转，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也听，那个也听，结果自己的心呢也乱了，他不会这个样子。再来，意根呢不随散乱的境界而转。那其实这种对于诸根的调伏跟密乘升起次第当中所谈到的修法也相呼应。比如说，升起次第里面会观修眼为吃金刚，耳是称金刚，这些都是调伏诸根的一些方法。那宗喀巴大师对于根调伏他怎么说？他说，意思是指以正念正知守护你的根门，断除对于不当境界的一种散乱。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也是在强调说，这位金刚阿舍里密乘的上师，他的身口意三业哦，是不应该不会失控的，他始终呢都能够保持正念、觉知，还有不放逸。同样，在《密集金刚序》中也有提到这么一句话说，叫外守身闻行，内摄收己意。那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无论这位上师哦，他内在具有多么这种高深的觉受跟证悟，但他外在的身口的行为身语的行为，还是实现是这个声闻乘的这种具备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这种调伏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说谈到了世事法五十颂当中所谈到各种上师要具备的共同的或者说特殊的这些特质。那么
但听完了这些内容，可能会有人心中就会问：这些特质是不是只是一种理论呢？或者说，真的现在还有上司具备这样的特质吗？可能会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嗯，可能听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希望说，啊，真的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位具备这些特质的上司哦。所以到底我们听完这么多这些特质，它就只是一种理论的描述呢，还是真的上司可以具备这所有的特质吗？但是的确哦，首先我们如果去看萨迦、格鲁、噶举、宁玛哦等等这些过去传承的祖师传记哦，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完全具备了这里所谈到的这些上师的特质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从传记当中看到这些祖师们，他们最开始这个会医治很多上师善知识，不分宗派的善知识。接着，他们透过实修、实践、调伏自心，那么最终也成为了这个学修并进的这样一个大师。同时，他们还精通10种名处、三藏、四部序典等等。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从他们很多的著作还有传记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记载的，就是说上师这些祖师们、上师们都完全具备了，《十世法五十颂》里面提到的这些特质。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哦，《四十法五十宗》中所描述的这些上师的特质，它并不是一些空洞的文字哦，而是能够透过亲身的体验而能够实证的。那我们可能会想，当然了，过去的祖师们嘛，那当然他是那个时候可能的确他们具备了这样子的呃功德。那但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时代了，现在的上师还具备这样的特质吗？那其实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不少上师是符合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特质的。譬如以我自己为这一生，亲近过的上师，我也见到了很有福气哦，见到了很多位具备了这样特质的上师。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看得到上师他的这些特质，不然如果我们就会像是到了宝山却空手而回一样。就像说，我们如果去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吧，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珍贵在哪里，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买到了假的东西、假货，结果把那个真的东西呢，反而丢到一边。所以我们要，白话说识货，但是你必须要识货也不容易，你就必须自己要具备知识，具备很多这些了解，你才可能知道它好在哪里，什么叫做好在哪里。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上师他们的很多的上师他们都是隐藏，会将自己的功德隐藏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故意要隐藏他们的功德，
不轻易的让我们看到。所以的确，我们说某个方面来说，真的要能够看到上师的功德，我们自己要有一点福报才行。福报不够，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也看不懂的。所以我觉得，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真的也很珍惜哦，要知道自己是很有福报的，能够一直亲近很多这些上师，珍贵的上师。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